3、2、1，请起航！用着掌声鼓励，带领着我们整个活动正式开始。各位市民朋友们，宣布我们11月22、23、24将在安平举办安平游艇展，这个是非常好的活动。尤其这次看到了，总共有好几十艘的游艇，是真正的游艇，而且是可以让你登船的游艇。那这个虽然有报名费，但是事实上你如果有报了名，然后准时出席，他会退你200块钱所以那又可以让你有许多的游憩的机会，包括沙滩排球啦，包括水上活动啦，包括这个登艇，甚至出海都有可能。那所以说，甚至有许多餐饮可以享用。那每天大概限额1500位那现在已经网络报名已经都截止了。那现场的若干保留票，当天可以再去抢购。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可以让民众了解我们台南是个对海、对水、亲水友善的城市，也可以了解到说我们水上的活动、水上的观光，我们的将来将大力推展。继前2个礼拜我们有办过这个独木舟比赛，独木舟的水上活动之后，我们23、24、25将办游艇展，日后也不排除将在这个安平水域以及运河水域举办更多的这个水上的活动能够让大家知道台湾四面环海，如果我们跟水亲近，那是不好的。所以说希望也期待各位市民朋友们以及所有观光客来自外县市的朋友们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游艇展。从市长上任以来，他就要打造那么我们成为这个经济的产经的一个重镇。那当然这中间是也包括的我们的这个安平港。那安平港的一个北关关南自贸是我们的一个专属轴的一个核心咱今仔看到咱的雅果那么打出第一炮，投资在咱这个安平港给我们吃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定心丸。那么过去咱足侪咱台南的这党拢过去高雄去咧坐迄游艇然后去咧食然后晚上还住在那边，然后在那边都度那个好像是嘉年华会然后回来就在那边做一个炫耀。但是咱今仔日我们已经改观了从我们雅果答应那么来投资在咱的这个 A 区的一个国际游艇码头那么就让我们吃了一个定心丸。尤其那么他这一次都非常有雄心的办了我们第1届的安平的这个游艇展。那么我相信这已经跟我们宣示他有信心要把我们这个安平港打造成为亚洲的一个迈阿密那我相信这一次的游艇展非常的一个精彩，专播50艘的这样子一个游艇那么聚集在一块，那么总共的一个金额超过5亿了从103年、105年、107年，我们主要是在做外销。但是台湾从101年开放这个游艇专章之后，其实每个人凭身份证就可以出海。当然很多人不知道，也没有好的区域。那这一次我们拿下这个2年前拿下这个安平这个地方第一，它的水域很好，静稳度很好。以前的游艇码头是做补给的，是做停泊，但是现在做休憩用，它要营造整个氛围。你看国外他很多人住在游艇上，就是因为它有好的水域可以住在水上。那台南就是台湾唯一符合这个条件的，所以我们拿下来之后因为由于环差的问题，我们时间delay了，但是我们在政府准许的范围内，我们先完成62个泊位，那我们就赶快想说，利用这62个泊位做第一次台湾水上游艇展，做嘉年华式的，不是只有参观，还可以做搭乘。那希望透过这个游艇展可以让国人了解游艇跟帆船，当然是要卖船、卖游艇，让更多人来参与这个海上休憩的活动，那也进而可以提升我们台南的经济发展。我们台南不是只有小吃跟古迹台南有很好的水域，它是在台湾里面少数的城市有这个水域的，除了有运河，然后这个大海就在我们的市中心里面
那全世界国际级的都市都是要有一个很漂亮的游艇港，但是没有几个都市哦，它有办法有这么近的游艇港。那台南就天然有特别的条件，刚好就在市中心就有一个游艇码头。那利用这一次办游艇展呢，可以让台南人或者让全台湾的人赶快来参与游艇活动。那我希望这一次可以成功的卖掉一些我们不管是我们自己代理的，或者是我们同业代理的台湾制造的游艇，不管是小船、帆船，我都可以让整个经济可以更活络一点。那当然也希望以后我们的游艇呢，可以随时的出海开到澎湖，甚至两岸往来，可以让这个两岸的往来不是只是交通运输，我们也可以有海上的休憩活动。